4張牌，分別就係1張紅心同埋3張嘅白牌。將張白牌擺喺台面度，紅心一就喺副牌中間嘅位置。然後台上面嘅白牌就叫做紅心，手上嘅紅心已經變翻做白牌。將隻白擺喺台面度，將張紅心擺喺副牌中間嘅位置。中間嗰隻牌就變咗白牌，而台上面嗰張白牌就叫做紅心。一樣將隻白牌擺喺台面度，將張紅心擺返副牌中間嘅位置。然後將白牌就變咗做紅心。咦？咁奇怪嘅，我手上嘅白牌已經變晒做3張紅心。